上個月嘅市況大致持平，但受到大埔大火所影響咧，咁喺月底嘅交投明顯咁減速嘅，尤其以新盤最為明顯。咁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嘅統計數字，11月份嘅國內買賣登記大約錄得係7121宗，只係比上個月減少輕微嘅1%。從月初至到月中嘅走勢嚟睇，其實10月同11月份嘅市況大致上都係差唔多嘅，氣氛亦都較為樂觀，亦都見到部分嘅二線銀行咧略為發力咁去搶佔一個現樓嘅按揭市場。從上個月嘅股價分析嚟睇，綜合物業估價量係按月下跌14.1%，終止咗2連升。咁當中涉及買賣成交嘅股價量咧就按月下跌大約11.7%，全部嘅跌幅咧都係嚟自於新盤市場嘅，相信都係受到大埔大火影響到發展商推盤計劃嘅。到價比率係按月輕微上升0.5%嘅，終止咗3連跌。咁呢一波嘅升市咧較預期嘅溫和嘅，咁所以令到有多啲嘅技術時間，令到股價慢慢追貼翻叫價，所以稍為改善翻到價比率。各路新盤已經醖釀喺10月搶佔有利檔期，咁相信喺1、2手交投互相咁帶動底下咧，今年嘅樓市能夠以升市作結，擺脫過去幾年嘅一個跌市嘅陰霾。而各路嘅專家亦都睇好2026年嘅後市，咁喺暫時冇乜不利好嘅消息情況底下咧，相信旺市能夠一直延續到農曆新年。